第一個咧就係 Hamilton 啦，我覺得咧佢同香港嘅跑馬地好似，都係數一數二大家公認嘅豪宅區。喺 Hamilton 咧，你可以隨處見到承傳幾代嘅紅磚大屋，同跑馬地咧嗰種優雅、低調、奢華嘅氛圍咧係如出一轍。最巧合嘅係咧 ，Hamilton 咧同跑馬地一樣，都係擁有馬場。喺高一啲 Hamilton Hill 上面嘅屋咧，你係可以俯瞰到 Brisbane River 全景，所以咧住喺度嘅人咧，確實會有一種居高臨下嘅感覺。第二咧就係 North Lakes 啦，我覺得佢同香港嘅將軍澳咧都幾相似，都係咧一個規劃非常之完善嘅新開發市鎮，區內咧有清一色嘅現代化建築。North Lakes 咧同樣咧擁有大型商場，例如 Westfield、Costco、IKEA 等等。雖然距離市中心咧就較遠，但係咧勝在區裏面咧就一應俱全，深受年輕家庭同埋中產歡迎。喺將軍澳咧有海濱長廊，而 North Lakes 咧就有 Lake Eden。喺呢一度咧，居民咧佢係會沿住湖邊散步。通常住慣新樓嘅香港人咧，都會覺得呢一個區好舒服，好有歸屬感。第三個咧就係 Fortitude Valley 啦。Fortitude Valley 咧同灣仔嘅相似度咧，簡直係毋庸置疑。日頭咧就有一班專業人士返工，一到晚上咧就會變得燈紅酒綠。Valley 咧聚集咗好多創意產業同埋設計師工作室，保留咗好多舊式嘅建築。喺週末咧，你可以去蒲吧、睇 live band、去 nice club。而行過啲咧 James Street 一帶咧，你又會見到有好多生活品味嘅餐廳，有 fine dining 同埋靜一啲嘅清吧，就好似咧灣仔同時擁有盧押道同埋利東街咁樣。第四個咧就係 Woodridge， 佢咧同早期嘅天水圍咧都幾相似下，兩個咧都有個共通點，佢就係咧有好多 social housing。好多 local 咧聽到 Woodridge 咧，佢都會覺得呢一個區咧係品流複雜，裡面住咗好多低收入人士，有一種敬而遠之嘅感覺。所以咧樓價咧都係屬於偏低，就好似當年嘅天水圍咁，係入市嘅最低門檻。現時咧 Woodridge 咧正在經歷緊 gentrification 市鎮化，隨住政府規劃升級啦、翻新火車站啦，同埋多咗投資者翻新舊屋咧，呢一個區咧絕對係一個極具潛力嘅區嚟嘅。而最後咧就係 Raby Bay 啦。Raby Bay 咧簡直係放大版嘅西貢康湖區。康湖區咧你可以擁有獨立屋、私人 pontoon， 直接停泊遊艇。Raby Bay 亦都一樣，呢一個區咧位於喺 Brisbane 東面，以低密度、大面積嘅獨立屋為主。兩者嘅特點咧都係圍繞住人造運河而建，而 Raby Bay 嘅水道咧就會更加闊，天空更加藍。喺呢一度咧，船咧唔係我嚟供奉嘅，而係你嘅第二部車。你咧可以直接由客廳行出去後花園咧就可以上船噶啦。呢一種隨性嘅生活模式咧，唔單止係遊行，亦都係身份嘅象徵。你有冇一樣咧喺 Brisbane 發掘到一啲區同香港係好相似嘅咧？你喺下面留言俾我。你想知道更加多關於澳洲嘅樓市咧，記得 follow我啦。